块钱一斤？3块钱一斤。能见点不？3块钱一斤。能见点不？3块钱一斤。我说还能见点不？你他妈有病啊你啊！我他妈卖个鸡蛋让我陪你睡一觉呗，是不是让我陪你睡觉得了呗？让我再见点，再见点。姐夫在洗头，洗啥？你给我洗一下。阿婆，我春耕来呀，要卖公话帮我做啊。係用呀，只幫我陳田做。好啊。啊，貴啲錢啫，看來你嗌夠用嗬。啊，咱樓下舊手機看得到，還我來個田個舊手機嘅。哎呦，又幫你卡落要講到幫我前田做啊，冇家個睡覺，可乜少少啊你。我幫你卡落我200幾毫錢啊，冇能假懶路樣。那谁呀？那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刚刚在屋头喂猪，猪撵着就不肯吃啊。啥钱了嘛？阿排。坐好，给你说哈。红心 S。红心人，哈哈哈，我赢了，我赢。别慌，是我赢了。爷爷，我的牌比你大的嘛。啥子？好嘛好嘛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有钱，给你1碗红烧肉。等他，这红旗投过去了。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剑寒。哈哈哈哈！怎么反来走了呢？我有方法。Feel this.